影樓去洗丁。到底點樣申請老人院㗎？申請老人院係咪要資產審查呢？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申請政府安老服務嘅方法啦。我乜都唔識，搵邊個幫到好啊？社署幫到你，如果你需要社會福利，例如想申請老人院啊，又或者想攞生果金、長者生活津貼、樂悠咭啊，咁咧最簡單就係去你屋企附近嘅長者中心揾社工就得噶啦。社工咧會因應你嘅需要而提供服務嘅。到底點樣申請老人院㗎？都係嗰句啦，揾社工啦。嗱，去你屋企就近嘅長者中心，任何機構都得噶，好似咧東華三院啊、仁濟啊、明愛啊咁都得。入到去咧就同佢哋啲社工講話你想排老人院，佢哋就會幫你噶啦。我有層樓又有啲錢，係咪唔可以申請政府嘅老人院㗎？梗係唔係啦，李嘉誠咁有錢啊，都有資格申請噶。不過咧就要夠65歲，同埋咧社署會評估你，睇下你係咪合資格先至可以排隊噶。咁點樣至係合資格啊？係咁嘅，你去長者中心申請嘅時候咧，嗰度嘅社工咧會初步評估你嘅。如果合資格，即係夠65歲，生活上需要人幫，佢就會咧安排社署認可嘅評估員上去你屋企做一個詳細嘅評估嘅，睇下你嘅自理能力同精神狀況，仲會叫你行幾米路俾佢睇下嘅，又會咧問下照顧你嘅人啊，或者係家人有關你平時生活嘅情況係點啊，食啲咩藥啊咁樣嘅。咁通常咧到做1-2個鐘咧就做完噶啦。咁係咪要等好耐至知道結果㗎？大概2-3個禮拜咧就知結果噶啦。咁通常你追下個社工咧都會快啲噶噃。咁合資格係咪即刻可以入到老人院㗎？邊有咁快啊？如果評估你唔合格咧，就冇得排噶啦。就算合格，都有幾個建議，唔一定要排老人院嘅。例如可以俾家居服務你啦，好似送飯啊、上門打針派藥啊，又或者打掃同埋沖涼咁。主要咧係配合你個別嘅需要嘅。咁啊，仲有日間服務啦，即係好似托兒所咁。中心咧係會提供早餐、午餐同埋下午茶，仲有啲社交活動，例如打麻雀啊、做手工、唱歌、睇戲咁。仲有中心咧有護士同埋護理員嘅，咁啊長者需要打針食藥咧，中心都可以幫手處理。我見過咧有啲長者插住胃喉咧，都去日間中心㗎。唔好心大心細啦，有需要咧就嗱臨去樓下嘅長者中心揾社工啦，仲要同屋企人商量一齊行動啊！你知啦，政府個服務條隊好長㗎，好多人排㗎。如果合資格，早啲排咧就會早啲作好準備。而家就即刻行動啦！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啦，下次會再同大家傾下其他長者關心嘅議題嘅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